镜头来看菲律宾，在菲律宾有8成的民众是信天主教，这嘛是全球除了梵蒂冈以外唯一一个禁止离婚的所在。在菲律宾，若是想要离开不幸的婚姻，法律的定数若是贵三三，而且嘛落落长。若诉请撤销婚姻或者是婚姻无效的这个方式，因为条件太过严格，地数诈骗是真严重。若离婚相关的立法是要拢卡伫咧国会。菲律宾的议员最近各一届提交法案，希望离婚是违法的这个情形会当有所改变。菲律宾的妇女死亡者希望会当结束一段被父所逼的婚姻。不过，在这个天主教国家，离婚是非法的。无论是对方暴力虐待，双方拢无感情，想要和平分手的翁某，拢无法度离婚，只可能会当向法院诉请撤销婚姻，或者是宣告婚姻一开始就无效。Nag-file ako nun para maging malaya ako, makapag-move on yung parang trauma yung nadadaanan ko sa buhay noon, na kailangan kong maging malaya, na hindi ako magiging matawag na immoral or isang kabet. 被诉请撤销婚姻或者是婚姻无效，就会证明其中一边心理有障碍失灵，无法度履行婚姻的义务。严格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评估，再加上时间正长诉讼的律师费，靠不到就要代票几60万，唔是一般菲律宾的民众负担得起的，而且也无一定的成功。所以，就有诈骗集团伫咧骗人讲会当快速离婚。I experienced physical abuse. He always threatened to kill me. I'm scared to have another relationship. If I fall in love, I cannot marry. People will look down at me. 要离婚这么困难，是因为保守的天主教会自骗婚、提囡仔到离婚，拢强烈反对。一直到这几年，立法才开始慢慢的突破。争议性的骗婚法，2012年通过，2018年众议院通过离婚法案。是离合法化上晚的一边，不过要伫咧参议院又搁调调的无结果。一群立法者怎么伫咧上一场新的离婚合法化运动，向参众两议提交相关法案，希望会当推动改变。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。